哪说哪了啊！我这个技能跟哪个超级英雄是对等的呀？是克罗诺斯，掌控时间那个，还是奇异博士时空宝石那种？哪个流派？不会是孙悟空那个体系吧？哎，不重要不重要，咱现在是隶属于哪个组织？什么联盟啊？是叫时空局、时盾局，还是叫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见掌门人啊？其他成员在哪儿？目前已知只有我们2个人。这么稀有啊！天哪！接下来去哪儿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现在浑身用不完的劲儿，咱去地球的哪个角落拯救不公，拯救亚扎？嘘。后面没有计划。还有，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。放心，职业操守，守口如瓶。哎，咱俩怎么接头？是你用意识给我隔空传送，还是我大脑要不要植入一个芯片？那东西疼不疼？加个微信。嗯。